是 Melissa， 今天我们要去拜访猫村。坐火车坐到猴硐站下车，再走一下就到啦。欢迎光临猴硐猫村。这个地方离有名的景点九份很近，如果要去九份，可以顺便来这里。从台北市区到这里不太远，可以看看可爱的猫，又可以享受美丽的风景。这里有咖啡店，也有小商店，很适合悠闲的散步休息，真的很值得来。在你的国家也有猫村吗？留言和我们分享吧。复习拜访猫村，火车下车走到离有名景点近，如果顺便从到远，享受风景，适合悠闲的散步休息，值得